欢迎收听9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2章12到17节。哥林多后书2章12到17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保罗说到了，我们不像许许多多的人把上帝的信息当商品叫卖，因为上帝指派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以基督奴仆的身份诚诚恳恳地宣扬信息。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就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个商品，神的话语呢，也不是有需要的人就买，没有需要的人就卖，并不是一个商品。对于在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保罗在这里他的使徒身份受到质疑，甚至在他的服事当中呢，有很多的人提到他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居心叵测。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一方面呢再次来宣扬上帝的福音，而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自己使徒身份的这一个证据，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让保罗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甚至使用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来传扬福音。而保罗今天呢，透过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凯旋的罗马军队的画面，透过这个画面来让当时的这个读者能够明白，保罗他自己的定位就是在那个战俘，就是战败的人被带回来，这叫战俘。他是这个战俘，可是上帝却拣选这个战俘，将他自己所领受这个生命的香气，透过他愿意献给上帝，好像这个献上的这个香气的烟这样子分享出去。他把他自己比喻得很渺小，比喻得很软弱，甚至是很失败。因为在当时呢，为什么会说这个凯旋的行列，或是献给上帝的这个馨香之气因为罗马军队呢，他们在得胜之后呢，他们会游行在这个城市的街道。那游行呢，要展示什么？展示自己的这个得胜归来之外呢，也展示这些即将被处死，或是因为战争关系被卖为奴的这些战俘。而军官呢，就会在最前面的地方撒香。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他是接着会继续活下来的人，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香气，因为战争结束了，生命不会再这么的摇摆不定了，有平安了，这是一个生命的香气可是对这个即将要死要被处死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致死的臭气，因为闻到这味道我就知道我要死了。保罗也透过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说，福音对那些渴慕，对那些相信，对那些悔改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命的香气。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太棒了，这太美妙，这太好闻了，这太舒服了。可是对于那些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悔改的人来说，又是这个好臭我已经对这个味道感觉麻木了，这个味道可以不要再来吗？他可能就会觉得，甚至他会觉得好恐怖好恐怖，听到这个福音让他觉得生命好没有掌握，好没有办法控制之类的，他可能就是致死的臭气。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呢自诩为在这个军队里面同样领受这个味道的人，而他自己是里面最软弱的那一个，可是上帝却拣选他成为一个献上自己来散播上帝福音馨香之气的人。所以他说他不是像许多的人把上帝的信息当商品叫卖，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信仰而是
我们是基督奴仆的身份，在他的面前诚诚恳恳的宣扬上帝的信息。当我们听到许多人的见证，我们多半都会听到的是他在他的软弱中、困难中、挑战中怎么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也愿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成为馨香之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主你救赎，我们领受着恩典。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见证主你的大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更真实的认识、经历这由你而来生命的香气，也让我们有你的想法、方式、管道、做法，这样的生命，将这样的生命分享出去，使人都要闻到、感受到，也参与在这信仰当中的美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哦。